水月喺4月份舉行咗一場藝術工作坊，帶領大家喺香港大學透過正念活動同埋寫生享受大自然嘅賦予。帶領今次活動嘅 Karen 話，原來寫生都有人生道理㗎，聽聽佢點講。我哋畫畫嘅時候，呢個自然界其實冇一條好絕對嘅直線嘅。我希望朋友仔都記得，其實你畫緊每一條線，其實都係畫緊一個植物嘅生長，所以佢係會有少少彎曲，又或者少少高高低低，就好似我哋人生咁，其實係唔會不斷咁好平，不斷咁樣好順利嘅，一定係有少少高高低低，但係只要係啱嗰個方向，我哋就可以畫到嗰一條線噶啦。第二件事就係大家記得要觀察，因為其實我哋日常見到嘅植物，其實佢每一日都係唔同嘅。第三樣呢，就係個構圖啦。我發現咗一啲朋友仔好中意畫到一張紙滿晒，都明白嘅，希望一張紙可以豐富啲。但係其實呢，我哋畫畫有一樣嘢好緊要嘅 concept 就叫留白。其實留白嘅重要之處呢，就係俾啲空間去閱讀呢幅畫嘅人去想象下，因為其實有留白嘅位置先至可以突出到你畫嘅主角。